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早前公布一項史無前例嘅融資計劃，準備增發新股集資800億美金。股神巴菲特旗下嘅巴郡用行動表示力撐 Google， 直接出手認購100億美金。Google 因咩事咁等錢使呢？對我哋散戶嚟講，呢個係危機定係投資契機？首先要睇下呢800億嘅去向。Google 表示呢筆資金主要用嚟擴建 AI 基礎建設同埋研發。簡單啲嚟講，包括3大核心。第一係自然嘅 AI 晶片 TPU， 由於購買 NVIDIA 晶片過於昂貴，自己生產 TPU 成本可以直接慳一半以上。第二，訓練智商更高嘅 Gemini 大模型，打造未來 Android 手機嘅 AI 代理生態。第三係興建更多嘅特製數據中心，因為 AI 運算實在超級大食，極度耗電。以上嘅大計長遠嚟睇係好事，但短線而言，一下子籌集巨額資金，消息一出之後 ，Google 盤後股價曾經跌大概2%，反映市場其實對呢一種嘅燒錢模式或多或少都有啲擔憂。咁我哋普通散戶而家應該點樣部署呢？首先要認清 Google 係分為 A 類股，股票編號 GOOGL 以及 C 類股 GOOG。A 類股擁有1股1票嘅投票權，而 C 類股就冇嘅。巴菲特今次兩款都有認購，但由於 C 類股係冇投票權，市場定價通常會比 A 類股低1至2%。第二，今次800億美金嘅融資計劃入面有400億係屬於市價發行計劃，將由2026年下半年開始隨時間分批喺市場上面賣出。換句話說，未來半年到1年 Google 嘅股價會面臨間歇性嘅拋售壓力。長遠嚟講，市場認為 Google 嘅護城河依然好深。雲端業務 Google Cloud 第一季嘅營收按年急升63%，反映 AI 需求強勁。只要自行研發嘅 TPU 有能力為公司壓低成本， Google 喺 AI 時代依然係霸主。Google 最新亦都向 SpaceX 合共支付高達300億美金用嚟購買 SpaceX 嘅算力。Google 指呢一項係短期而且及時嘅協議，確保公司有足夠嘅運算能力滿足客戶對 Gemini 嘅需求。Momentum Investor 嘅當早前亦都喺我哋嘅美股節目入面提及睇好 Google 嘅前景，認為可以趁近日嘅回調部署。想知更加多美股嘅投資策略，即刻 download AACAT 應用程式加入我嘅群組一齊交流投資心得啦！我哋下條片再見。Yeah.